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用唔到個 app 投票，上帝必會打開另一扇窗。而家同你介紹返一個真人認證嘅投票方法。除咗手機投票 app， 另外開發人工驗證選民資格。咁大家入一條 link 咧，就見到袁弓夷先生或者我同你親身驗證你嘅資格。咦，係咪入咗嚟啦？睇唔睇到我啊？係啊，你係嚟投票噶嘛？首先準備有效證件，翻開含相片嘅內頁，然後對準鏡頭，並展示護照最後尾編號。即時認證成功之後，就可以登上另一條連結，然後輸入護照最後尾4個編號，就可以即刻進行投票。就係咁簡單。驗證清楚之後呢，就撳入另一條投票嘅 web link 呢，咁大家就可以選最少一個，最多18個，一撳提交 submit 搞掂。既可以同袁弓夷先生傾偈，又可以見到何容茂，咁大家就不妨考慮人工網上投票方法，一舉兩得。